我哋可以見到咧，喺獎牌榜上面頭三甲咧就分別係挪威、德國同埋中國隊啦。咁挪威隊咧獲得咗16金、8銀、13銅，一共37面獎牌。咁而德國隊咧就係獲得12金、10銀、5銅，一共27面獎牌。咁咧第三位嘅中國隊咧就係獲得9面金牌、4面銀牌同埋2面銅牌啦。咁係獲得咗15面嘅獎牌嘅。咁中華台北隊同埋港隊咧，由於係未獲得任何嘅獎牌啊，咁所以係排喺27位之後。咁啱啱由於有信號問題嘅關係咧，咁所以咧部分嘅觀眾咧可能係收唔到本台嗰個嘅信號㗎。各位，咁我哋咧稍後咧會再翻嚟咧為各位咧再次報道呢一個嘅奧運獎牌榜嘅消息。我哋喺下一節再見。各位，我哋有嘢要公開。首領，有咩要公開啊？你知唔知觀眾可以申請公開資料㗎？我明啦，如果蜂巢電視有戲稿、原片、節目或者文件未公開，而情況許可嘅話，觀眾係可以 send email 嚟問我哋索取㗎。最緊要就係寫明要啲乜嘢材料，方便我哋揾俾大家啊嘛。有嘢想睇就 email 過嚟啦。蜂巢電視嘅頻道嚟緊將會有好大幅度嘅改變，當中包括改變廣播模式，由原本嘅播放清單模式改為串流直播模式，又或者係改變頻道架構，可能會取消部分嘅頻道，或者大幅度改變頻道裡面播放節目嘅類型。大家記得要多啲注意呢一啲有關嘅宣佈啊！打機還打機，使乜咁多粗口啊？邊個講粗口啊？蜂巢電視咯，好似人係咁講粗口。你咁誇張嘅睇下。哦，原來係蜂巢電視，其實我哋係可以監察蜂巢電視嘅節目質素㗎。點解呢？因為蜂巢電視傳播倫理委員會係專責監督蜂巢電視正副主席同埋節目質素，兼且仲管埋對節目嘅投訴添。我哋有咩事都可以揾蜂巢電視傳播倫理委員會投訴㗎。監察蜂巢電視，改善節目質素。各位觀眾，歡迎各位翻嚟夜間新聞報導，我係胡力維文。咁喺我哋啱啱已經係同各位報導過嘅東奧獎牌榜咧，嘅時候咧，咁由於咧本台係發生咗一個技術問題，所以咧有一啲部分嘅觀眾咧係可能收唔到信號㗎。咁咧我哋咧係刻意咧為各位安排咧新一節嘅夜間新聞報導，同各位睇一睇東奧獎牌榜啦。我哋咧早前嘅東奧獎牌榜咧係有數字仍然未更新，咁咧呢一個係修正咗之後咧跟國際奧委會嘅最新數字。頭三甲咧分別係挪威、德國同埋中國隊。咁挪威咧係排第一，獲得16金、8銀、13銅，一共37面嘅獎牌嘅。咁而德國隊咧就係獲得12金、10銀、5銅，一共27面獎牌嘅。咁至於中國隊咧，就係獲得9面金牌、4面銀牌同埋2面銅牌，一共15面獎牌。
至於中華台北隊同埋港隊呢，而家暫時未獲得任何獎牌，咁所以呢就係位居第27位之後㗎。呢節夜間新聞報道完，再會。我收集咗一啲槍手嘅，有個自己叫佢係街坊。哦，要派嘢俾街坊，最緊要就係要宣傳俾啲街坊知道可以拎，咁樣佢就會過嚟攞噶啦。宣傳咧最緊要就係賣廣告。咁啱咧，我哋蜂巢電視咧而家就有一個廣告嘅計劃，可以俾所有興趣喺蜂巢電視賣廣告嘅人咧填好份表之後，再 send 埋嗰條廣告片俾我哋，符合資格就可以喺蜂巢電視嗰度落廣告噶啦。好啊，咁我哋快啲申請啦。好啊，我同你一齊去。好啊。各位，我哋有嘢要公開。首領有咩要公開啊？你知唔知觀眾可以申請公開資料㗎？我明啦，如果蜂巢電視有戲稿、原片、節目或者文件未公開，而情況許可嘅話，觀眾係可以 send email 嚟問我哋索取㗎。最緊要就係寫明要啲乜嘢材料，方便我哋揾俾大家啊嘛。有嘢想睇就 email 過嚟啦。2022年零渠河國議會補選提名期已經開始咗啦，有意參選嘅參選人請盡快將你哋嘅提名遞交俾臨時選舉主任。打機還打機，使唔使講咁多粗口啊？邊有講粗口啊？蜂巢電視咯，個主持人係咁講粗口，係咩？佢嚟睇講。好啊好啊。係。哦，呢個節目嘅主持人咪係我咯，你係咪有咩意見呢？如果大家對於蜂巢電視